新闻一开始也是继续来关心台中新光三越百货公司，昨晚到11点外发生着爆炸，有4个人死亡。到底为什么会爆炸呢？讲这个发生爆炸的12楼，涂塑粉啊真多，有人怀疑是电爆。为现场走出来的工人，有人讲有闻到瓦斯味，但是有人讲无闻到。再加上这个瓦斯公司讲，3天前就已经甲12楼的瓦斯拆表，而且嘛无火烧的痕迹，所以这个爆炸的原因也无一个定着。检察官甲施工相关的人员下晡阁回到意外现场，要来厘清着爆炸的原因。轰一声真大声，新光三越台中店12楼严重爆炸，喷出真侪烟甲建筑物的本体拢喷出来，落伫路里。内部是搁较惨，下面的2层楼受到严重影响，楼面毁掉，造成4个死亡，30多个人受伤。死亡的给100。那受伤的给10万，可是这里面有的受伤是属于1级、2级，非常的严重哈。那轻重伤大家都10万，那或者是他这罹难者100万，那是不是足以能够来达到理赔效果？市长罗秀燕就要求新光三越逐工拢爱公开调查甲处理进度，因为爆炸意外造成百货内部严重毁损，尤其是爆炸点12楼，这层楼是美食街，当行2边有真侪美食店街，中就是用餐区，空间是真宽。爆炸了后，规层楼的天棚、钢筋、红门头阁有架板拢总搭落来，走廊拢互砍掉。消防队员带搜救犬入去救人的时，阁会经过真侪障碍才会当行。爆炸当下，12楼有30多个工人咧施工，有工人走出来讲，闻到瓦斯味，阁有火光。专家就讲，真有可能是切到瓦斯管。以这个爆炸威力来说，瓦斯管线误切也是一个可能性。不过另外一个工人走出来，甲太太讲无闻到瓦斯味，不过真营业。问他说是不是尘爆，因为灰尘很多。他说不知道。消防员到场搜救嘛，无发现小的分裂。新中天然气公司嘛发声明讲，10号就甲瓦斯表拆掉，针对天然气线路嘛封源。总事发动下嘛无任何天然气线路的相关工程，嘛确认无漏瓦斯。消防局嘛出动热显相仪来救灾，发现现场无导火。这一次的气爆的现场里面是没有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啦，因为它里面温度不高。那热显相仪画面中的红点，消防局讲，迄是救灾人员的影像。到底是安怎会爆炸？检察官会搁甲施工的单位登去到意外现场查明原因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